遠洋天柱呢個樓盤喺度分享一下我個人嘅睇法，因為琴日太忙啦，冇時間去分享。首先咧，我覺得遠洋天柱佢最大嘅賣點係佢嘅得分率同埋佢嘅做工細節。做工細節如果對比市區咁多樓盤嚟講，我認為佢係比較滿分嘅一個。無論係佢嘅交付標準、用料啊等等，我可以插圖俾大家睇睇下。佢係真係細節上，如果而家改善嘅住宅啊，什麼保利天君啊、保利朗月啊、陰陽啊、龍湖呢啲遠洋天柱，雖然係比佢起得早，但係佢哋嘅交付標準一啲都唔比呢啲樓盤輸蝕，特別是響細節上啊嚇。所以如果大家響度對比緊啊陰陽龍湖呢啲第四代住宅咧，大家除咗注重空間居住感之外咧，我建議仲可以去對比一下佢嘅交付品質同埋細節。咁遠洋天柱佢另外一個優點可能就係佢周邊嘅配套啦，有天虹超市啊，同埋南迴灣啊、博愛路啊。香港嘅朋友坐車翻去都係比較方便嘅，呢個交通同埋商業配套呢，係佢另外一個優勢。但係劣勢嘅話，如果你係剛需要有一個買優質書包嘅體重嘅，東區社企呢一種省一級書包可能就唔係咁啱，因為遠洋天柱佢對應嘅書包實際上係唔差㗎，佢係祝壽園小學同埋中山一中嘅南區亮都中學。你話要對比東區嗰啲肯定冇咁好啦，但係你話對比社企嘅企關粵內一帶嗰啲第一城小學啊，又或者係社企區舊嘅小學，我覺得南區個學校係唔會比社企區嗰啲差嘅，睇你點樣權衡啦。當然啦，你買得遠洋天柱，基本上嗰啲客戶佢都已經係固定咗有自己需要嘅書包，甚至佢小朋友咧已經係讀緊民辦學校嘅，所以書包雖然唔係佢嘅優勢，但係好多客戶買入呢個樓盤咧，其實唔係佢嘅着重考慮點嚇，重點嘅係佢嘅交付品質細節同埋佢嘅呢個得獎率。遠洋天柱我覺得係有佢嘅賣點同埋亮點，所以我建議睇緊第四代住宅嘅朋友咧，可以對比一下呢個盤。總嘅嚟講啊，200-300萬嘅預算，而家響度考慮市區買一個品質改善嘅樓盤，我建議都係可以好好咁樣對比考慮嘅。同埋港澳客戶想要響市區一步到位買一套靚嘅房，呢個盤都係可以對比考慮嘅。比如你對比緊嘅係富日城金英，其實南區中澳附近。呢個高得房率同樣享受嘅係商業配套比較優嘅板塊，係可以對比考慮一下嘅嚇。咁呢個視頻分享到呢度先，食個早餐準備，等下有其他嘢做嚇。大家有需要嘅嚟揾我啦，拜拜。